Hello， 我係喜達志 Mia， 今日嚟到布心片區帶大家去睇一個近關口、生態環境一流、交通同埋商業配套都唔錯嘅住宅單位。個配套已經咁靚啦，依家發展商咧有拎咗一部分嘅特價單位出嚟賣嘅，咁比起前期咧會平翻10零萬，依家買嘅性價比咧真係非常之高啦。睇翻我哋今期嘅主角就係我正前方嘅呢個樓盤啦，樓下就係翠湖文啟公園、東湖公園同埋60萬方嘅深圳水庫，景觀嚟講咧係冇得頂嘅，生態環境咧亦都係一流，而且呢度嘅產品嚟講咧係非常之稀缺嘅，因為喺百事達淘金山深圳水庫嘅呢一條生態連廊呢度咧，呢個盤咧係唯一在售嘅新盤啦。咁大家都知道羅湖嘅盤咧基本上都係要靠舊改先有新盤嘅。所以咧，呢條生態連廊佢本身拆遷嘅難度亦都係更加之大嘅，周期亦都係比較長啦。所以呢度嘅產品咧係比較稀缺嘅，而且呢度周邊嘅生活配套亦都係唔錯。咁對面呢度咧係羅湖區婦幼保健院，隔籬就係天河城購物中心，屋苑步行過嚟呢兩大配套咧，亦都係10分鐘左右嘅。咁我哋10分鐘咧就可以去翻地鐵口、公園、醫院以及係商場啦。所以住喺呢度咧，個生活便利度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最關鍵，依家已經係準現樓啦，過多幾個月咧，發展商就會帶埋全屋嘅精裝修交樓俾大家嘅。我哋公司咧亦都會回贈3年嘅物業管理費啦，或者係家電抵押波俾到大家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即刻過去售樓中心了解翻個最新嘅情況啦。依家嚟到售樓中心，同大家一齊了解下交通同埋配套嘅情況。綠色色塊就係今期嘅主角京基景裕府，離樓盤最近地鐵站咧係5號線同埋7號線嘅布心站、泰安站，擁有雙地鐵口嘅便利。比如布心站，我哋步行600米咧就可以去到地鐵口，坐地鐵5個站就可以翻到蓮塘關口啦。大概20分鐘左右。如果去羅湖口岸嘅話，9個站26分鐘咧，亦都可以過到去。翻福田口岸同埋皇崗口岸嘅話咧，大概係30零分鐘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翻到兩大口岸嘅。如果係打車或者揸車嘅話，會更加方便，15分鐘咧就可以翻到蓮塘口岸。住喺呢度翻香港亦都係比較方便。我哋再嚟睇翻商業配套項目，係自帶2萬方嘅商業，步行過去1公里左右咧就有一個12萬方嘅天河城購物中心，附近仲有個6萬方嘅喜匯城。咁呢個位置咧係羅湖區同埋龍崗區嘅交界處啦，係可以享受到兩邊嘅配套嘅。2公里範圍內咧可以去行翻 IBC Mall、京基 KKTime， 或者係可以去翻布吉嗰邊咧有個12萬方嘅萬象匯，周邊嘅商業咧都係非常成熟，人氣咧亦都係好旺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生態配套啦。買得呢個位置嘅朋友咧，基本上都係睇啱呢度嘅生態環境啦。呢度咧係一半山水一半城嘅，我哋側邊咧就係60萬方嘅深圳水庫，水庫景觀咧真係一流。周邊大大細細公園咧係圍繞住我哋屋苑，包括有球山公園、布心公園、翠竹文體公園同埋東湖公園。另外咧西南方向咧有個翠竹公園，西北方向咧有個圍嶺公園啦。生態環境咧就真係好靚嘅，咁住喺咁靚嘅環境，心情咧都開心啲嘅。咁我哋依家過嚟睇翻沙盤嘅情況，呢度嘅總建面咧係40萬方，一共咧由3棟住宅啦、1棟辦公樓以及係1間配套嘅幼稚園組成嘅。如果係住宅嘅話，總層高係60樓，分別係3梯4伙同埋3梯5伙嘅設計。C 棟大部分都係回遷房，咁有少部分係50平嘅1房單位在售嘅。依家剩翻最後2套啦，都係喺頂樓嘅位置。咁今日主要係介紹翻1棟 A 座同埋1棟 B 座嘅戶型。首先睇下1棟 A 座，在售單位咧有西南朝向嘅85平2房，樓層主要集中喺32至到60樓之間，側邊最大積數嘅180平咧，依家剩翻最後4間啦。咁係2樓至到5樓低區為主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 B 座，在售單位咧有西南朝向95平方，同埋105平咧係做翻3房嘅。東北朝向120平方同埋150平方咧，依家賣剩嘅樓層咧係2樓至到8樓低區為主啦。咁呢度嘅交樓時間咧係2026年嘅10月份，帶埋全屋精裝修交樓俾大家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收費情況。
物業費係5.9蚊一個平方，年出嚟租卡咧係250蚊一個月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上去樓上帶大家睇翻個示範單位。依家上到實體樓45樓，首先帶大家嚟睇下85平方兩房西南朝向嘅示範單位。呢個單位同樣亦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配嘅係機械鎖，我哋後期自己可以轉翻智能門鎖。OK， 咁依家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先。廚房裏邊咧有個生活露台，呢個生活露台嘅空間咧係比較充足嘅。呢個位置咧可以擺翻個洗衣機，上邊掛翻個熱水爐，水位、電掣位都係做齊啦。側邊呢度仲有啲空餘嘅空間咧，可以種下花花草草或者係擺下嘢嘅。咁平時亦都可以打開呢道門咧，係比較通風透氣。出到嚟呢度咧就係我哋廚房嘅空間啦。廚房嘅空間都 OK， 一字形嘅操作台，側邊咧仲有比較短少少嘅操作台面。上下櫥櫃都做齊啦，煮食3件套咧都係方太嘅品牌，咁包括咗我哋嘅抽油煙機、雙爐頭嘅煮食爐，下邊咧仲有個洗碗機，側邊咧有個星盤嘅。咁我哋望翻過嚟呢邊咧，仲有一個雪櫃嘅預留空間，可以擺翻一個單門3層嘅雪櫃。雪櫃就由我哋公司送俾大家。出到嚟呢度咧有趟門，可以拉埋個趟門，避免啲油煙咧飄到出去個廳嗰度嘅。咁出嚟呢個空間咧就係我哋飯廳嘅空間啦。空間嚟講咧係非常之闊落，可以擺翻張4至到6人嘅用餐位喺呢度嘅。坐喺呢度食飯咧亦都係比較舒服。咁我哋再睇翻呢度嘅交樓標準啦，天花咧亦都係做好晒俾我哋嘅。咁牆身咧係白色嘅乳膠漆。地下係瓷磚，咁裏邊咧房間係複合嘅木地板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客廳嘅情況，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3.14米，非常闊落。咁呢度有電視背景牆，亦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大理石岩板望落去咧係非常高端大氣。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掛翻一部75寸嘅電視機，對落咧擺翻4至到5人嘅梳化，空間感嚟講咧係非常之好。觀感咧亦都係舒服嘅。咁我哋依家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啦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咧非常之闊落，開間係1.5米。咁如果大家平時中意種下花花草草嘅話咧，呢度就有非常多空間可以俾大家消遣下啦，或者擺翻啲台凳喺呢度咧，望下出邊嘅景觀都係比較舒服嘅。西南朝向景觀咧，可以望到我哋東湖公園嘅公園景觀啦，以及係遠處嘅山景，望出去咧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前面咧無遮無擋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再入去睇下睡房啦，同埋洗手間嘅情況啦。首先入嚟睇下第一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嘅採光面咧非常充足嘅。咁呢個空間咧亦都係好好用。呢個位置咧可以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咁如果大家唔想嘥咗個飄窗嘅空間嘅話，都可以夾住個飄窗咧做翻大少少，做翻張1.8米嘅床褥都 OK。側邊呢度咧就做翻書台啊，做翻梳妝台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做翻個到頂嘅衣櫃啦。空間嚟講咧係完全夠用嘅，全屋咧都有做到中央空調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再入去睇下洗手間嘅情況。呢個洗手間嘅空間都 OK， 兩段式嘅設計有做到乾濕分離，裏邊係一個鑽石型嘅企缸位。咁呢道門咧係往外開嘅。裏邊咧企翻一個人喺度沖涼係完全冇問題，上邊有花灑有窗，可以打開通風透氣，名次嘅設計。出到嚟我右手邊咧有個坐廁位，左手邊咧係鏡櫃同埋洗手池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入嚟睇下第二間睡房。呢一間睡房嘅空間咧比起第一間房咧會更加大啲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擺翻我哋嘅大床啦，擺翻一張1.8米嘅大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側邊呢度咧就做翻個4扇門嘅到頂衣櫃，做翻啲儲物空間啦。咁我哋再嚟睇翻，其實呢一間房嘅景觀咧好靚嘅。我哋床頭喺呢個位置嘅話咧，望出去可以望到好靚嘅山景同埋我哋東湖公園嘅公園景觀啦。一起床望到咁靚嘅景觀咧，對眼嘅視力亦都會好啲嘅。咁我哋講翻呢一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呢一個單位嘅總價咧係465萬至到472萬之間嘅。咁依家咧有一套特價單位，總價咧係458萬，高樓層南向嘅。咁個景觀咧亦都 OK，1.5成嘅首期咧係69萬，30年嘅供，每個月還款咧係
16,500蚊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再過去睇下95平方做3房嘅單位。依家上到實體樓1B 棟49樓，帶大家嚟睇下95平方3房2衛嘅示範單位。首先我哋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先。廚房咧有個生活露台。咁呢個露台嘅空間咧就冇85平咁大嘅，但係呢個位置咧擺翻個洗衣機係綽綽有餘，上邊掛翻個熱水爐，水位電掣位都係做齊啦。咁我哋再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一字形嘅操作台側邊咧都有少少嘅操作空間，上下廚櫃都做齊啦，儲物空間咧係夠用嘅。煮食3件套咧都係方太嘅品牌，側邊咧都有個星盤。咁我哋再望翻過嚟呢邊咧，有一個雪櫃嘅預留位，可以擺翻一個單門3層嘅雪櫃，雪櫃就由我哋公司送俾大家。出到嚟亦都有個趟門，可以避免啲油煙咧飄到出去個廳呢度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飯廳嘅空間，呢個空間咧非常闊落，可以擺翻4至到6個人嘅用餐位啦。如果大家話想做翻啲餐邊櫃嘅話咧，側邊呢啲位置咧就可以做翻啲餐邊櫃啦。呢個過道咧依然係非常闊落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客廳嘅情況，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3.3米，比起85平咧會大15公分，所以咧成個廳嘅空間感嚟講咧會更加好。對落呢度咧掛翻部75寸嘅電視機，中間茶幾，呢邊咧擺翻4至到6個人嘅梳化係 OK 嘅。咁我哋依家再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啦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咧，亦都係非常闊落嘅，1.5米嘅開間。咁平時如果大家話係坐喺呢度飲下茶、嘆下茶都 OK 嘅，擺翻啲台凳喺呢度都可以望下出邊嘅城市景觀，望出去咧都比較開揚、比較靚嘅。咁呢邊咧可以望到京基100地王大廈，呢邊咧係我哋天河城購物中心啦。我哋行過去行街睇嚟食飯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OK， 依家入去睇下內籠嘅情況先。首先入嚟睇下我哋套廁嘅情況，呢個套廁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兩段式嘅設計有做到乾濕分離。咁呢個趟門咧係往外面開嘅，咁裏邊嘅企缸位咧比起85平會更加好用，因為咧佢係正方形嘅，咁無論係肥啲定係瘦啲咧，沖涼都係比較舒服。上邊有花灑，有窗可以打開通風透氣。咁呢度咧佢有做到呢啲凹槽咧都唔會積水嘅。出到嚟呢度咧係座廁、鏡櫃同埋洗手池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再去睇下隔離呢一間睡房嘅空間。呢間睡房嘅空間咧就唔算特別闊落嘅，側邊咧有個飄窗，我哋可以夾住個飄窗咧做翻1.5米嘅床褥，跟住隔離呢度就可以做翻我哋嘅衣櫃啦，做翻啲收納空間。呢間房咧作為兒童房係 OK 嘅，咁我哋依家再過去睇下對面呢間房啦。呢間房咧個空間比起第一間房咧會大好多，咁呢度咧闊度係2.4米，長度咧係2.8米。咁其實發展商咧都有黐翻呢啲咁樣嘅圖紙啦，我哋可以喺中間呢個位置咧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咧都可以做翻個4扇門嘅衣櫃，空間嚟講咧係完全夠用嘅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再過去睇下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咧係有套廁嘅。裏邊套廁嘅空間都 OK 嘅，一個人沖涼咧係完全夠用啦。兩段式嘅設計有做到乾濕分離，裏邊企缸位咧類似係鑽石形咁樣，咁一個人沖涼咧係啱啱好。上邊有花灑，出到嚟呢邊咧鏡櫃、洗手池，側邊咧仲有個座廁位。OK， 咁我哋再入嚟睇下睡房嘅空間。睡房嘅空間咧都比較闊落，中間呢度咧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做翻個到頂嘅衣櫃啦。咁我哋再望下呢一間房嘅景觀，望出去咧可以望到我哋遠處嘅城市景觀啦，望出去都比較開揚嘅。咁呢個位置咧仲有個飄窗，亦都可以作為一個休閒嘅空間，坐喺度睇書或者係玩下電話都比較舒服嘅。咁我哋講翻呢一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呢個單位嘅總價咧係523萬至到545萬之間嘅。咁依家咧有一套特價單位咧喺40樓南向，咁總價咧係522萬，1.5成首期咧係78萬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咧係18800蚊嘅。
咁我哋依家再過去睇下大積數少少嘅單位啦，再嚟睇下105平方大3房西南朝向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咧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入到嚟我左手邊咧，呢度其實可以後期加翻個玄關位，呢度嘅大概咧係30公分左右嘅，咁就可以做翻鞋櫃，做翻我哋儲物櫃嘅空間啦。OK， 咁依家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先。呢個廚房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一字形嘅操作台，上下廚櫃都做齊。煮食3件套星盤呢啲全部都係配齊嘅。隔離呢個位置咧可以擺翻個雪櫃。咁如果擺雪櫃嘅話，就擺翻個單門3層嘅雪櫃係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入嚟睇下呢個生活小露台。咁呢度嘅空間咧係非常充足嘅。呢個位置咧擺翻洗衣機，上邊咧掛翻個熱水爐。咁依家打開門咧，真係非常之通風啊！咁我帶大家睇下呢個生活小露台嘅景觀啦。呢度嘅景觀咧，亦都唔差嘅。咁可以望到深圳水庫咧，以及係遠處嘅山景。呢一邊咧就可以睇到東湖公園嘅公園景觀，望出去都幾開揚嘅。咁我哋依家再入去睇下其他嘅空間。入到嚟咧，呢度就係我哋客餐廳啦。呢個位置咧就係飯廳嘅空間，非常之闊落，可以擺翻4至到6個人嘅用餐位嘅。側邊咧亦都可以做翻啲餐邊櫃啦。空間感嚟講咧係比較好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客廳嘅情況。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3.38米，非常闊落。電視機嘅背景牆咧亦都係做齊噶啦，到時可以掛翻部85寸嘅電視機，中間茶几對落咧擺翻4至6個人嘅梳化，呢個觀感嚟講咧亦都係非常舒服嘅。OK， 依家我哋再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闊落。1.5米嘅大開間可以作為我哋嘅休閒空間啦，坐喺呢度嘆下茶都幾舒服。呢度嘅風都比較大嘅。西南朝向景觀咧，同我哋啱啱睇嘅95平咧，基本上一樣嘅。咁呢邊咧就睇翻我哋羅湖嘅城市景觀為主啦。再睇翻我哋左邊，左手邊咧係可以望到東湖公園嘅公園景觀。咁景觀方面咧會更加之開揚嘅，望出去咧一片綠油油都幾靚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再入去睇下內籠嘅情況。首先嚟睇下套廁嘅情況先。呢個套廁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兩段式嘅設計有做到乾濕分離。裏邊淋浴區嘅空間咧非常之闊落，企翻2個人都冇問題。有窗可以打開通風透氣，上邊咧有花灑。出到嚟係座廁、鏡櫃同埋洗手池嘅位置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第一間睡房。呢一間睡房嘅空間咧就唔算特別闊落嘅，咁呢個位置咧可以做翻1.2米嘅床褥，咁後邊咧呢個位置就做翻我哋衣櫃，側邊咧做翻書台係 OK 嘅，咁但係呢間房嘅採光咧亦都係 OK 嘅，呢度嘅景觀咧望出去咧係可以望到我哋深圳水庫嘅景觀，都幾靚嘅，以及係遠處嘅山景啦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再入去睇下第二間睡房。呢間睡房咧就喺呢間房對面，咁呢間房嘅空間咧會大翻啲嘅。咁如果話做翻床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咧可以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呢度咧就做翻個到頂嘅衣櫃啦。空間咧完全夠用嘅。呢間房嘅採光咧係非常之好啦，西南朝向，側邊咧亦都有飄窗，可以作為我哋嘅休閒空間。再入嚟睇下主人房。主人房裏邊咧有個套廁，咁呢個套廁嘅空間咧都可以兩段式嘅設計，乾濕分離。裏邊淋浴區嘅空間咧，一個人沖涼係完全冇問題啦。上邊有花灑、淋浴頭。出到嚟左手邊咧係我哋嘅座廁，右手邊咧就係鏡櫃同埋洗手池，亦都係有窗可以通風透氣嘅。咁我哋再入嚟睇下睡房嘅空間。睡房嘅空間咧非常闊落，咁呢個位置咧可以擺翻1.5米嘅床褥啦，側邊呢度咧就可以做翻個4扇門嘅衣櫃啦。咁我哋再睇下呢一間房嘅採光同埋景觀方面，咁呢邊咧就望翻我哋羅湖嘅城市景觀啦，左手邊咧就係望翻東湖公園嘅景觀。OK， 咁我哋再講翻呢一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呢一個單位嘅總價咧係570萬至到635萬之間嘅，1.5成首期咧係86萬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咧係20500蚊一個月嘅。
咁我哋依家再去睇下120平方嘅單位啦。依家嚟到10樓嘅位置，睇嘅呢一套係120平方南北對流做4房嘅戶型。咁依家所剩嘅套數就唔多啦，主要樓層咧集中喺3至到6樓。入到嚟左手邊咧有一排嘅玄關櫃嘅，咁呢個唔係交標，後期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咁樣嘅款式去設計翻啦。我哋入嚟睇下第一間睡房先。呢間睡房嘅空間咧唔算特別闊落嘅，但係採光咧係非常之好。呢度可以通出露台，中間擺嘅係1.2米嘅床褥，有做到3邊落床，側邊咧有個床頭櫃，隔離仲有一個2扇門嘅衣櫃，深度大概係60cm 嘅。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咁樣嘅設計，後期去做翻啲儲物空間啦。咁我哋而家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先。呢個廚房嘅空間咧非常之闊落嘅。企翻2、3個人喺度煮食都冇問題，上下廚櫃都做齊啦。煮食3件套咧都係方太嘅品牌，側邊咧仲有個大星盤，咁呢度咧亦都有窗可以打開通風透氣。呢個位置咧可以擺翻一個單門3層嘅雪櫃。咁如果大家話想擺翻個雙層嘅雪櫃嘅話咧，其實可以擺翻出嚟個餐廳呢個位置嘅，因為呢度開間咧非常之闊落，實測過咧係有3.48米嘅開間。呢個位置咧擺翻餐邊櫃啦，或者係擺翻我哋雙門嘅雪櫃都冇問題。對落呢個位置咧係我哋嘅用餐位，咁依家擺嘅係4人嘅用餐位啦，其實可以擺翻大少少，擺翻6人嘅用餐位都冇問題。側邊呢度咧仲有個飄窗位，其實可以架高少少啦，做翻啲儲物櫃嘅空間，個空間咧更加好用嘅。咁我哋再望翻過嚟客廳嘅情況。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3.49米，非常闊落，已經接近係3.5米啦。呢度咧擺咗一張4人嘅 sofa 啦，中間茶幾對落咧可以掛翻部85寸嘅電視機，觀感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OK，咁我哋依家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。呢個露台嘅長度咧係非常之長嘅，因為咧佢係連住我哋第一間房啦，同埋我哋嘅客廳嘅，咁應該咧加埋嚟有5.幾米啦。咁而家擺嘅係2張嘅露營凳啦，就作為一個休閒空間嘅。咁呢度嘅景觀咧望出去都係比較開揚，可以望到我哋深圳水庫嘅景觀啦，以及係呢個小山坡嘅景觀嘅。OK，咁我哋一入去睇下裏邊內籠4間睡房嘅情況先。咁你依家入嚟睇下客廁嘅情況先啦。呢個客廁嘅空間都 OK 嘅，兩段式嘅設計有做到乾濕分離。裏邊咧呢個飄窗係贈送嘅，咁就可以擺翻啲洗浴用品啦。咁呢個企缸位咧，一個人企喺度沖涼完全冇問題。上邊有花灑，出嚟係鏡櫃、洗手池同埋坐廁位。OK，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隔離呢一間睡房。呢間睡房嘅空間咧就唔算特別闊落嘅。咁如果大家唔需要咁多睡房嘅空間嘅話咧，呢間房作為我哋嘅功能室都 OK，作為我哋嘅工作室啦，或者係瑜伽房啊，或者係我哋嘅書房都冇問題嘅。OK，咁我哋依家再入嚟睇下呢一間房。呢一間房嘅空間咧，同我哋第一間房咧基本上一樣嘅。咁而家擺嘅係1.5米嘅床褥啦，側邊有床頭櫃同埋一個2扇門嘅衣櫃。大家都可以參考翻咁樣嘅擺放去設計啦。OK，咁我哋而家再嚟睇下主人房。入到嚟左手邊咧就有一排嘅收納櫃啦，可以收納翻我哋嘅衣物嘅。主人房咧有套廁，我哋入嚟睇下套廁嘅情況先。套廁嘅設計咧，同我哋客廁咧基本上一樣啦。裏邊係淋浴區，咁呢度咧亦都有個飄窗係贈送嘅，可以擺下洗浴用品啦。有窗，亦都可以打開通風透氣。座廁、鏡櫃、洗手池。我哋再出嚟睇下睡房嘅區域。咁呢個位置咧，而家係擺咗梳妝台啦。其實做翻書台、梳妝台都 OK 嘅，視乎大家嘅需求啦。中間呢度嘅空間咧好充足。咁依家擺嘅係2米嘅大床啦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而且3邊嘅空間咧都係非常闊落嘅。側邊呢度咧有個飄窗咧，佢係單獨做咗一個休閒嘅空間啦。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咁樣嘅擺放嘅。咁呢度咧望出去都可以望到遠處呢個小山坡嘅景觀，望出去咧都算比較開揚嘅。咁我哋講翻呢一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呢個單位嘅總價咧係690萬至到727萬之間嘅。咁主要樓層咧集中喺3至6樓啦。咁1.5成嘅首期咧係103萬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咧係24,900蚊。
OK，依家我哋再過去睇下150平方嘅單位，再嚟睇下150平方做5房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戶型。呢個戶型高區已經賣晒啦，咁依家剩低嘅咧係8樓以下低區為主嘅。我哋而家入嚟睇下廚房嘅空間先。呢個廚房嘅空間咧非常之闊落，上下廚櫃都做齊啦。L 字型嘅操作台、煮食3件套咧都係方太嘅品牌。呢度咧有個星盤。望翻過嚟，我左手邊咧，呢度有個雪櫃嘅預留位，可以擺翻一個雙門嘅雪櫃，雪櫃就由我哋公司送俾大家。OK，咁依家出嚟睇下露台嘅情況啦。呢個位置咧係有個生活露台，咁呢個露台咧可以擺翻個洗衣機喺度嘅，可以喺度洗衫晾衫，上邊咧就做翻晾衣杆啦。咁我哋望翻呢一個朝向嘅景觀，主要係望翻呢個小山坡咧，以及係側邊呢度咧可以望到東湖公園啦，以及係深圳水庫嘅景觀嘅，望出去咧都算比較舒服，都比較開揚嘅。OK，咁我哋入嚟睇下，入到嚟呢度咧就係我哋餐廳嘅空間啦。呢個空間咧非常之闊落，無論你中意擺圓台又好，長台又好，點擺放都 OK 嘅。咁我哋再入嚟睇下客廳嘅情況。呢個客廳嘅開間咧非常闊落，實測過咧有5.5米嘅。咁如果大家話唔需要咁大嘅客廳嘅話，其實呢個位置咧可以間翻間房啦，或者係我哋間翻一間休閒嘅空間都 OK 嘅，作為茶室啦，或者係我哋嘅麻雀房都 OK。咁呢個位置咧就照常擺翻我哋嘅電視機、sofa 啦，中意點擺都 OK 嘅，因為咧個空間咁大，你點擺嗰啲家私家電咧都係好舒服嘅。OK，咁我哋依家再過嚟睇下呢一個大露台啦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咧就非常之闊落嘅，可以作為一個休閒嘅空間啦。喺呢度吹吹風、嘆下茶都好舒服。咁呢個景觀咧望出去主要係望翻遠處嘅山景為主噶啦。OK，咁我哋依家再入去睇下內籠嘅情況。首先入嚟睇下第一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嘅空間咧都非常闊落嘅，側邊咧有個飄窗，咁呢度望出去咧都可以望到呢個小山坡嘅景觀，望出去都幾靚。咁呢度咧可以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呢度咧就做翻到頂嘅衣櫃啦。因為150平方咧，間間房都好大嘅，咁就唔需要話擺嗰啲1.2米嘅床嘅。入到嚟呢度咧就係我哋客廁，呢個客廁嘅空間咧都好闊落，兩段式嘅設計咧又做到乾濕分離。裡面呢個企缸位咧，企翻3個人都冇問題。側邊有個飄窗，亦都係可以擺翻啲洗浴用品。上面咧有花灑，呢度有窗，亦都可以通風透氣嘅。出到嚟係座廁、鏡櫃同埋洗手池。OK，我哋依家入去睇下第二間睡房。呢間睡房嘅空間咧，同我哋啱啱睇嘅第一間差唔多一樣嘅。呢個位置咧就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呢度咧就做翻到頂嘅衣櫃啦。空間嚟講咧係好好用嘅。依家入嚟睇下第三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嘅空間咧同樣都好闊落。如果話擺床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咧擺翻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呢度咧就做翻個4扇門嘅衣櫃。OK，咁我哋依家再入去睇下主人房啦。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咧，唔使講，一定係最闊落噶啦。佢裏邊咧仲有個套廁嘅。咁呢個套廁嘅設計咧，同我哋啱啱睇呢個客廁咧基本一樣嘅。裏邊呢個淋浴區咧，同樣都好闊落，企翻2個人喺度都冇問題。側邊有飄窗，有窗亦都可以通風透氣，採光都 OK。出到嚟座廁、鏡櫃同埋洗手池。咁我哋再嚟睇翻睡房嘅空間。呢度睡房嘅空間咧好闊落，擺翻張2米嘅大床喺呢度都 OK 嘅，側邊咧都有個好長嘅飄窗啦，可以單獨出嚟做翻我哋嘅休閒空間。咁呢邊咧做翻衣櫃、做翻梳妝台都 OK 嘅，成個空間嚟講咧係好舒服。OK，咁我哋講翻呢一個單位嘅報價情況啦。咁呢個單位嘅總價咧係900萬至到911萬之間嘅。咁依家主要嘅樓層咧都係喺8樓以下噶啦，咁1.5成嘅首期咧係135萬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咧係32400蚊嘅。所有單位已經睇晒啦，我哋而家落去樓下同大家做翻個簡單嘅總結。依家嚟到屋苑樓下，我依家嘅位置咧係喺翠湖文體公園入邊。今期帶大家睇嘅單位咧就係前面嘅呢個樓盤啦，一落樓就可以過嚟呢邊散步、消消食嘅。
呢個公園咧係一個零碳排放嘅公園，呢度嘅負氧離子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有好多嘅市民朋友咧會帶埋小朋友一齊過嚟呢邊散散步、休閒下、消遣下嘅。呢個園咧佢係同八大園係連通嘅，咁通過呢啲連廊咧，我哋可以去到仙湖植物園、東湖公園、深圳水庫、布心山公園、翠竹公園、洪湖公園。平時咧想去休閒消遣咧，娛樂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呢度嘅生態環境咧真係冇得頂嘅。今期帶大家睇嘅單位咧，呢個樓盤咧佢係單價越高咧係賣得越貴嘅。因為咧單價越高嘅單位咧，一般都係喺高區啦，所以係可以望到一線嘅湖景，望出去咧係非常之靚，景觀咧係好震撼嘅。咁依家高區就賣晒啦，就剩翻低區。咁依家買咧就可以買翻個性價比啦，因為配套咧係一樣咁靚嘅。咁我哋簡單總結翻今期呢個樓盤嘅情況，俾大家參考翻。咁如果話講翻缺點方面咧，Mia 諗到係一個嘅。周邊嘅城市面貌咧係比較一般，舊樓咧就比較多啦。不過舊樓亦都有舊樓嘅好處，正正因為咧呢度舊樓多，所以呢度咧係一個非常成熟嘅居民區。周邊咧個居民咧係住戶係非常之多嘅，咁都可以見到咧。我哋依家喺公園入邊咧，依家都未係放工時間啦，都見到好多嘅市民朋友咧會喺呢度休閒消遣下，咁證明呢個片區嘅人氣咧係非常之旺嘅。咁而且呢度周邊嘅配套咧，亦都係非常成熟啦，包括地鐵口離我哋都係非常之近嘅。我哋步行大概咧5-6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布心站嘅 B 出口啦。周圍咧仲有一個泰安站，我哋步行過去亦都係10分鐘左右嘅，擁有雙地鐵口嘅便利啦。5個站就可以翻到蓮塘關口，9個站26分鐘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翻到羅湖關口。如果話翻福田或者皇崗關口嘅話，30零分鐘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翻過去噶啦。咁呢度住翻香港嚟講咧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周邊嘅商業同埋民生配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旺啦。我哋本身呢個片區咧就係一個好成熟嘅片區，周邊咧有布心廣場、布心市場嘅。布心市場而家咧係圍起身打算係改造嘅，咁未來咧佢會成為一個新嘅商場啦。我哋又多一個好去處啦。咁現時嘅民生配套咧亦都係好旺嘅。太白路同埋東湖路呢兩條路咧係有好旺嘅食鋪啦，同埋生鮮超市。基本上咧，我哋嘅日常生活所需咧都可以滿足到嘅。大商場亦都有，我哋步行13分鐘咧就可以去翻12萬方嘅天河城購物中心啦。附近咧仲有喜匯城，咁周邊咧仲有水貝嘅商圈啦，包括係我哋布吉萬象匯嘅行商場選擇，亦都係非常之多。最關鍵呢度嘅生態環境真係非常之靚啦！我身後咧就係我哋嘅深圳水庫60萬方嘅大水缸啦。我哋想話去行下呢啲水庫景觀，或者係行翻公園去行山登山又好，選擇真係非常之多嘅。周邊嘅配套咧，總嘅嚟講係非常之完善同埋齊全噶啦。咁如果大家係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大家掃碼添加 Mia 嘅聯絡方式，屏幕上方有2個二維碼，歡迎大家掃碼添加 Mia 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， 睇樓記得約翻 Mia 啦。咁通過我哋公司成交咧，我哋公司仲會有3年嘅物業管理費啦，或者係家電大禮包回贈俾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覺得今期嘅分享唔錯嘅話，記得點 like 支持下，同時 follow 埋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持續更新深圳嘅樓市情況俾到大家。下期再見。